续震动的消息，来看国民党的立委王凤美2年前指控到总统府的秘书长潘明安，互厂商来供养，去互潘明安甲告，结果王凤美是败诉。针对这件代志，有一个报社的记者破文来指控，讲伊当时互主管来要求，爱甲王凤美来合作。王凤美出面来驳回，讲完全无这种代志。另外，针对着家己的助理，到底有卖偷翕的相片无？王凤美并无正面来回答，敢若表示讲，因所做的代志，拢是咧压扛着不法不当的行为，以维护公共利益。手提资料，南亚立委王凤美2023年出面质疑潘平安，敢若是摕厂商的好处，最后潘平安摕写出的合约汇大来提告王凤美败诉。即马阁有奇怪所在，一个联合报的好信记者破文指控，是互家己的主管要求甲王凤美合作。好信记者的破文指证是袂少，王凤美昨半暝就正面对决。破文自称这个议题伊自头到尾无任何一个联合报的主管甲伊联络，或者是讲要合作，是这个记者家己上门。不过好信记者就随老话讲，委员甲前头家应该嘛讲袂少啦。事实上，在我召开记者会之前，那么就已经由自己署名在联合报。当天我记者会当天，其实就已经见报，我想媒体朋友也都知道。不过，昨前媒体人李正豪嘛抛出好信记者甲王凤美助理对话查图，其中互点名中人袂高啊所在张氏助理，内底讲委员是讲登记后，你若要提查甫，我无确定委员的意思。另外一张查图讲，这个人翕到伊只加小婚。李正豪嘛质疑王凤美的助理有卡手来跟踪潘平安。我要讲的是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在做公共议题的揭弊，睁眼说瞎话。但是这个不就是现在蓝白一贯的做法吗？就是只要脸皮厚，什么事情都敢否认。双方个人讲个人的，伫咧网络顶悬逼战，真相到底是安怎？恐惊敢若当事人心内有数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